汗水與火焰。前奏轉一個4個8，一段4個8，冇間奏冇 start。第三節翻嚟12點，只係要22拍就係 ending。好，而家我做講解。開右腳，行2步，點踏後踏，左腳推點後踏前，第一個8，第二個8，轉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三個8，1、2喺前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四個8，前後橫踢5、6、7、8，跳完就喺9點重做。好，我而家做 ending， 22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咁樣一 hold 住就係 ending， up。